21章，自文之外，成事不实，非事不干，既往不咎。第22章，自外，关中之气消散。迄个关中欠好，万事有三归，官事不业，恩不欠。前即关中之内好，当官属色文，官事业属色文。当官为两军之好，有饭店，官事也有饭店。官事伫地内，下不地内。第23章，自古老太师乐话，乐记可敌也，始作翕如也，强至孙如也，教如也，业如也，以行。24，以方人天宪话，君主之治有事也。我理想不得见也，强者限制，说话23子何妨有上好，天下之无道也救伊，天将以父子为目标。25章，子为孝，尽礼义，又尽善也；为母，尽礼义，必尽善也。26，子话孤相不宽，为乐不敬，临丧不哀，我何以观之在？